在雪中悍刀行当中，一品4境界最后一个境界就是陆地神仙，达到这个境界，基本就是一个时代无敌的人物了。那么陆地神仙境就是人界的顶点了吗？其实，在其之上还有一个天人境。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原著当中有哪些达到天人境的强者。第一个，吕洞玄，第一位就是雪中战力天花板吕洞玄了。他的战力之强，即使是后世千年出现的无数强者都无人能与他比肩。武道天斗一肩挑的他就是人间巅峰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是融合三教气运的圣人，可以说在各个方面都修炼到了极致，实力是无暇天人境，也可以称作天人大长生境界。达到这个境界后，就能在人间长生不死。当年他过天门而不入，甚至将守门的仙人同人祖师给打下人间。已经无敌的他，心中却留有执念，为了等待心中的红衣女子，转世了一次又一次，几次的转世身觉醒后也都是天人境界，最终在洪喜相者一世等到了红衣徐之虎。第二个，王仙芝，作为这个时代的天下第一，王仙芝非常的强大。在徐凤年和李春刚去到武帝城之前，外界一直都以为他是天象境，但其实他早就已经达到了天人境界。虽不是吕祖那样的天人大长生，但王仙芝的战力强的可怕，即使和巅峰吕祖一战，也有30%的胜算。其真实身份是天上的白帝转世，拥有一眼即长生的天赋。靠着这项天赋，年轻时期学了很多强者的招式，7次挑战李纯刚，最后一次折断李纯刚的木马牛，登上武道巅峰。坐镇武帝城的一甲子时间，每天对着东海打潮，实力也越来越强。因徐凤年进阶陆地神仙顶替他的位置，再加上冥冥之间因果，两人进行生死一战。最后时刻知晓自己为白帝转世，道心受的影响，不愿飞升，于是自愿败给徐凤年，消散在人间，留下了3份机缘。在雪中悍刀行当中，陆地神仙之上还有天人境界。那么原著中有几人达到了天人境了呢？第3个，徐凤年。作为北凉世子，其实徐凤年每一世的身份都很恐怖。作为真武大帝转世的他，注定了此生不会平凡。即使是错过了最好的习武年纪，徐凤年依旧以最快的速度登上了武道巅峰。除了他自身的努力之外，他的机缘好到令人发指。习武初期就得到武当掌教王重楼修行了一生的大黄庭，后又被老剑神李纯刚亲自教导，学会了李纯刚的绝技。徐凤年和王仙芝一样，走的也是融合百家之长的路子，实力不比当年的王仙芝弱上多少。数次进入伪境，也让他看到了和别人不一样的天地。和高叔禄论道一战胜利后，得到了高叔禄的天人体魄，进阶到了陆地神仙境界，引来了王仙芝的追杀。两人生死一战时，徐凤年濒死之际，在黄三甲的帮助下补全三教气运，进阶天人境，击败王仙芝，成为新武帝。只可惜天人体魄被王仙芝给击碎，跌回到了陆地神仙境。后又多次获得机缘补全体魄，最巅峰时期是在巨北城之战时，当时的他吸收了北凉所有的气运，达到了当年吕祖的境界，天人大长生。巅峰一战击败拓跋菩萨，打赢和北莽的战争后，选择了隐居。只不过徐凤年天人大长生并不是永久的，气运耗光之后就跌回到了陆地天人境了。徐凤年的几次前世，无名道人和秦皇也都是天人境界。在雪中悍刀行当中，一品4境界最后一个境界就是陆地神仙，达到这个境界，基本就是一个时代无敌的人物了。那么陆地神仙境就是人界的顶点了吗？其实在其之上还有一个天人境。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原著当中都有哪些达到天人境的强者。第4个，拓跋菩萨。作为北莽的军神，拓跋菩萨和王仙芝一样，走的是以武正道的路子，走到巅峰后的实力应该和王仙芝差不多，但两人至今的心境差距太大了。拓跋菩萨没有王仙芝那种举世皆敌的心境，因此不是真正的无敌，这才会3番2次在别的强者手上吃瘪。拓跋菩萨的杂念太多了，既想在武道上登顶，又想在军事和庙堂上达到巅峰，心境始终有缺。尤其是在被徐凤年暴打一次后，这种缺陷越来越大。本有机会杀死徐凤年的他，却在面对比自己弱不少的南宫仆夜时，因为怕死选择了撤退。这之后他就永远失去了成为天下第一的机会。但他的实力却是实打实的天人境，不比其他的几大宗师弱。据北城之战时，拓跋菩萨得到了天人馈赠，还获得了自己一直想要的生境神兵，境界达到了天人大长生。春风得意的他本想在这一战将徐凤年击杀后补全心境，却没想到那边的徐凤年也开挂到天人大长生境界。生死一战，拓跋菩萨再次被暴打，被徐凤年砸入地下后生死不知，可以说是最憋屈的天人境强者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在留言板讨论。最后走之前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。